之前喺嗰個餐廳啦，即係我哋叫畫坊嘅地方，嗰、個其實係黃師傅嘅，算係真正嘅出場嚟嘅。咁亦都第一次顯示到俾大家睇佢嘅項目18區。嗰場我自己好中意，因為嗰一場係俾我自己好大滿足感咯，即係一個挑戰自己嘅體能極限同埋動作嘅極限，咁同埋學到好多新嘢，咁畫面出嚟亦都覺得好有力量，同埋啲動作嘅節奏幾深。阿謝霆鋒就飾演黃小虎啦。其實我之前就未同佢合作過，不過我亦都聽聞佢係一個非常之有 heart、非常之熱心嘅好演員。我同阿志登合作係我自己係好開心，我估唔到有呢一日，佢係我其中一個動作嘅偶像嚟嘅，即係譬如話佢拍《王飛鴻傳》，我係會喺屋企睇100次，同埋有50尺慢鏡頭30片隔睇，隔睇跟住睇完自己喺屋企學咁。今次可以現場，佢又示範一次，咁我又學，咁佢再執嗱，你呢個位啲手唔靚，邊度唔靚，邊度唔靚。今次又會學到佢嘅少少佢嘅風格，點解佢個鏡頭咁擺咧？點解佢會揀呢個格數咧？點解佢會擺呢個鏡頭咧？咁觸摸到少少。就係一部打得非常之勁嘅戲啦，我相信你都會有意見，因為你同我講好多次，希望可以拍一部真真正正嘅打片。因為俾人感覺好似我係拍過幾部嘅動作片，其實我覺得呢一部先至係我真正嘅第一部動作片。